當大家做大題目嗰陣，好多時會見到一段附加資料，而最易扣分嘅，往往唔係計錯數，係你記錯年度。大家睇下呢段資料，公司喺12月31號年結，喺 20X7 年度，公司收到一張顧客訂單。記住，對顧客嚟講叫 purchases order， 但對公司嚟講，其實就係 sales order。所以我哋睇題目嘅角度，要即刻轉返去公司，用 sales 嘅思維去分析。但係有訂單唔等於有 sales， 關鍵係貨品要交到客人手上，公司先可以確認為 sales。資料話貨品係 20X8 年先交到客人手上，咁即係話呢單 sales 應該係 20X8 年度先發生，而唔係 20X7。問題就係報記員早咗喺 20X7 年就將呢張訂單記錄為 credit sales， 呢個做法係錯嘅，所以正確處理係先喺 20X7 年度更正返呢筆誤記嘅 credit sales， 然後等到 20X8 年真正付運嗰日，先再入返條數。要撤銷 20X7 年早記咗嘅 credit sales， 我哋要反轉佢。Credit sales debit trade receivables 5萬蚊。而家再進階少少，我哋將題目改一改。今次唔單止收到訂單，仲收到埋支票，即係個客已經俾咗錢。好多同學一見到收咗錢就以為，咁咪更加應該要記錄為 sales。唔係，你記住呢句，收錢唔等於銷貨，未出貨。呢筆係預收款，因為你而家係收咗錢，但仲欠人貨，所以雖然要等到 20X8 年付運嗰日先可以確認為 sales， 但喺 20X7 年收到支票嗰一刻，都要先入賬記低收到嘅錢，要 debit cash at bank credit deposit from a customer 5萬蚊。呢個 deposit from a customer 其實就係客戶定金嗰類意思。代表未賺取嘅收入，去到 20X7 年12月31日嘅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就要將 Deposit from a Customer 列示為 Current Liabilities。同時間要記得 write off 報記員喺 20X7 年誤記嘅 Credit Sales。到 20X8 年1月7日貨物付運，呢一刻先可以講公司已經完成交付，所以可以確認為 sales。咁之前喺 20X7 年記落嘅 deposit from a customer 要點處理？就係將佢由 current liabilities 轉做 sales， 所以要 debit deposit from a customer credit sales 5萬蚊。整體入賬係咁。如果你心諗係啊，有單就有 sales。咁你就中咗 year-end cut-off 陷阱，大家要留神啊！下次有機會再講。搞掂 BAFS，隨身學，隨心聽。